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敢食敢丈，毋惊人屁相。这句话就是讲，敢食敢丈，毋惊人讲闲话话。丈就是食伤济，袂消化。台湾国会的水准普遍互人嫌甲。即摆因国要经由修正立法，确定国会的权力有欠权的嫌疑。讲到这个立委，正经是食人食铁，自古早就爱用权势，互公务人员压力。即开遐反省无遐含，毋过咱看到因也是擦身毋改。大家一窝伫立法院外面，爱因甲无经过讨论的提案摕转去委员会，伊嘛无咧甲咱信斗，有影是假的，硬去配，毋知见效呢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